几廿年的打拼，今年玻璃镇会起260号社会主体，地点伫公城路旧台糖宿舍。内政部处长嘛特别举办说明会，希望能够在，例如说第3季，能够来办理这个开工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提前到114年底，跟尽快的把社区来盖出来，来服务我们的南投的乡亲。因为用地取得的问题，所以会先起伫玻璃镇，未来伫4大乡镇会有社会主体兴建的规划案。台糖的土地比较方正，所以它这里就可以优先来处理。土地里头我们还是以这个公共的土地为优先啦。说明会中有真侪民众针对建案提出建议，玻璃镇长廖志成嘛期待未来社会主体兴建完成了后，会使满足民众大的需求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